千万别再留恋于礼天之舒适自在。如若是牵衣携娇与儿等儿那个亦不肯再是林凡老母娘，若把牵衣牵携交给元胎佛子，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。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，饿了失踪果子和影星全到了凡间。若天气寒冷，就折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，以御寒地冷。若肚子饿了，就取松子果子吃；口渴了，就取清凉泉水喝。众佛子